嗱，大家記住啦，未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嘅朋友咧，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嗱，另外啦，我哋分享免費資訊嘅 WhatsApp 咧已經換咗新嘅啦。嗱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想收到我哋免費資訊嘅話咧，咁啊記住啦，加我哋新嘅 WhatsApp number 啦。Hello，咪啊嗱，今日啊跑谷草9場賽事啦。咁我有一場馬咧，咁啊當中有隻博薩馬同埋一隻藍馬，亦都同場會介紹俾大家。咁啊，原來咧有好多舊友朋友咧都唔知我哋轉咗新嘅 WhatsApp 號碼。咁啊嗱，嚟緊咧我都會不斷咁咧喺個新個 WhatsApp 嗰度咧同大家咧有啲免費嘅資訊分享嘅。例如有啲咩大飛啊，又或者佐治會講俾大家聽咧，究竟咧澳洲嗰邊咧食馬邊隻馬唔穩陣咧，嚟緊咧我哋都會喺呢個 WhatsApp 咧同大家講嘅，所以大家記住啦，加翻我哋咧最新嘅 WhatsApp 號碼咧，咁先得㗎。嗱，好啦，咁今次咧同大家講嘅場次咧就係第3場5班1200米。嗱，呢場馬嘅波薩馬就肯定係3號呢隻時間寶。嗱，點解咁講咧？呢個時間寶咧，其實咧喺上季咧輸咗咧，幕後咧，我估咧真係唔少錢7位數咧都應該係呢啲數嚟嘅。因為咧佢喺咧尾嗰2場咧真係輸得好金下，我自己都收到風。嗱咁啊，所以咧今季咧就喺鄧扣嗰度咧就轉咗姚本輝馬房。嗱，姚本輝連續2場咧咁都出咗好彩跑 pace。但係知道啦，幕後其實上季佢根本就想咧即係一鋪咁翻嚟，根本就冇乜可能。點解咧？係人都知時間寶其實喺5班都略超啦，都唔會話點樣爆冷爆得成噶啦。所以咧近2場咧分別咧頭嗰仗跑第22.1倍，上次又好啲，咁跑第3 4.7倍，但係其實咧我相信咧佢都冇乜分頭，因為咧如果大家有心咧睇得時間寶咧，佢嗰啲 Win Q 飛咧都齊落㗎。如果佢唔贏嘅話咧，基本上咧都好難話歸半。嗱，上年嘅數基本上冇乜可能歸到㗎啦，因為咧上年個尾嗰3場咧，我知道輸得一定好金下。嗱，但係咧就唔好理住啦，慢慢追翻啦。嗱，呢場馬嚟講咧，佢咧着實咧就幾有着數，因為點解咧？上次何澤堯132磅兜大圈咁追翻上嚟，輸3/4個馬位。嗱，今次咧佢又排個2檔喎，一人133磅左右。咁而且咧今仗嘅對手咧，雖然咧都幾多下，但係咧即係比較有力嘅對手咧，都可能咧喺外少少尤其是咧今次嚟講咧，呢場馬咧都有少少亂局嘅味道，所以呢隻時間寶咧，我覺得咧，如果大家買開嘅都可以買。咁但係如果咧覺得咧呢場馬比較混亂咧，我覺得時間寶咧，大家可以揾隻冷門拖佢呢一注咧就一定咧覺得係可以翻本嘅腳咧，咁樣去睇呢隻馬咧更加之好。嗱，我嘅策略係咩咧？時間寶咧，我就一定搏佢走咧1、2位噶啦，因為咧佢走第3位都冇乜用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買可以買二重彩3重彩4重彩指定位置1、2位。用呢隻時間寶咧，我覺得咧就最好不過噶啦。嗱，其實呢場馬咧撇開3號時間寶咧，都好多咧馬好有分頭，但係有啲馬咧就懶得比較過分。例如1號嘅電信驕陽啦，咁落班呢隻馬咧，其實咧都5次上名咧，都喺4班賽事，其實證明呢匹電信驕陽咧。喺咧4班咧都已經咧係夠爭，落到嚟5班反而用布文有9倍，嗱，證明呢隻馬咧就未及咧水準，即係唔係勇太啊。另外啦，降班落嚟2號勁者15倍，嗱，呢匹勁者咧真係越跑越差，佢咧對上季咧最近一次上名咧就潘頓沙田咁排過5檔。但係今季嚟講咧，佢咧跑咗4次咧，呢隻馬都完全唔上力嘅，所以咧今次就算落班咧排到9檔咧，我自己咧都唔係好睇好。好啦，另外啦，有啲馬咧，例如5號嘅有型勇士啦，好多人追捧呢隻馬嘅喎，尤其是今次咧用麥道朗嗱，反而咧今次咧用麥道朗咧有8倍幾排過1檔嗱，呢隻馬咧就算正常，因為咧始終啦佢都未上過名。所以咧佢用麥道朗咧，有8倍咧，又唔算話太難喎。
嗱，另外啦，再數有啲馬咧，啲飛數都叫偏熱，例如10號嘅幸運傳承啦。呢隻馬咧又係嗱，有好多有朋友買，但係排咗4檔，同埋呢匹馬咧經常性咧有時心律不正啊，甚至乎出閘比較慢，所以咧呢隻馬咧嗱，大家不妨咧臨場睇下佢啲飛數。呢匹馬有飛咧，應該去馬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其實都試過咧落飛啊，有飛幾次，好幾次，唔係話近1兩次。咁今次換咗巴道咧，似係呢個馬房咧，即係諗住咧搏殺嘅方法嚟。唔好睇佢巴道同方家柏10次只係上過1次季軍啊！呢啲殺手嚟嘅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再數世界號快馬加鞭都13倍，呢啲馬上一次都跑得唔係咁好。嗱，我推介嘅馬咧，竟然今次咧有20幾倍，近住30倍，就係4號呢隻咧盛世威風。呢隻盛世威風咧，上一次都係陰公啦，佢發力嗰陣時咧就俾隻馬兜頭兜腦咁撞埋去。咁直情隻馬咁，大家知啦，失腳步穩，仲要撞到嗰條頸同個頭咁暈暈地啊！所以呢隻盛世威風咧，臨尾輸4個馬位。其實呢匹馬咧雖則咧就冇上過名跑7仗，但係咧有2仗谷草賽事咧個時間末段都幾好，有少少走勢。咁分別上季嘅4月16號同埋5月7號咧，呢隻盛世威風都追得幾好。咁好啦，今季咧佢出咗2仗，都係跑谷草1200米。嗱，幕後咧同埋賀賢咧就擺到明呢隻馬咧係1200米咧應該咧可以發圍㗎啦。所以呢隻盛世威風咧前一仗咧末段咧都幾快下㗎啦，佢係4班。嗱，上一次咧都係4班，今次呢匹馬降班落嚟133磅。嗱，我覺得咧係因為上一次都輸得遠咧，今次火燒都唔熱㗎啦。同埋佢個8檔嚟講咧，有啲朋友覺得一定係差，但我覺得咧呢隻盛世威風咧，就算排12檔都唔緊要，因為咧佢立身擺喺後面追，佢排個8檔咧，以奧爾文嘅身手咧，照計影響唔到佢。嗱，賀賢啲馬啦，上一次輸完之後咧整蠱弄怪，整啲眼罩上去啊，鼻箍上去咧，佢係最醒。一有呢啲變動咧，隨時係出擊個信號嚟㗎。所以咧雖然呢場馬咧搏殺馬就係3號時間寶，不過咧真係都幾熱下。我自己咧比較中意玩冷門啊，所以呢個4號盛世威風咧推介俾大家啦。好啦，大家記住啦，咁加翻我哋最新嘅 WhatsApp 號碼。